你3岁个，你对话为老爱较生你对话，伊嘞，伊跳好。哎呦，唔去啦，爱着去被捕。啪哩啪哩，死雷法。韩公啊，一条婚见数千计，家中几下牛茶，你就看有名草，有艺术，有作嘅灯呢，还有俺度嘅鬼嘅呀！哎呀，冇听错，上来同志，怎会有俺度家长？冇人讲法，人家上来将有定下，莫叫你啊，这股跑，你真这股婆！哼，爱堂讲全家千金，演技比小猪还太少，莫怪呀，俺出去爱家。看来呀，老姑婆唔喜你，也唔喜你，去口位地度嘅。哎呦，赶紧戏言也戏变，上夜下宋夫人就春小组20来，年岁强家，将佢见准，加油去！你呀，府里唔知咪下处，一种在讲唔出好法。哎呦，好嘞呐，根本你也是强家嘅太戏之人，你就爱吵，去改变呐，爱的话，爱去看那夜里。是
心甲脾气，心体放。花出佛堂，不敢飞头望。我夫心海天，方丈有高高心徜徉。新娘啊，上桥了！大林吹打闹匆匆，闹啊匆匆，慢慢经已到芙蓉，经已到芙蓉，永生夜莺夜，短风发条红的，春冬天水痛，发条红的，春冬天水痛。你对我，为老爱较注意地位。有的。喂，发球到今夜口门亮片开，阴阳传啊就是放大。阿姐，今晡日会麻烦你，记得会讲好话，祝福一对新人。阿嫂爱会，相信路头家族彩天之力，也会同欢喜。新娘踏过路，攀杆自尊有前途。
天水堂，对金本嘅戲，係你永遠記家。來會做天水堂嘅好心橋，天地證明我心願，海枯石爛心不變。曾經前世情相見，今生將來的良緣。生將來的良條街喲，你係今晚喺外頭帶咗個電路？什麼富塔馬路，從一鋪啦，老爺爸講排泄，本佢送俺到電路來呀。你也冇乜解啦，我老馬路啲天水堂，天天燒條家族，哎呀，從前向天向陽哦。這條上好嘅東西，還講你哋冇介意，你哋話都辛苦誒。先去做下天數，好。心橋台，捱嘅字音也慢咧。阿嫂辛苦俺多年嘞，總算完成心願嘞。係觀音菩薩，你太祖先保佑，江春兩家連營盼學，還會麻煩阿姐你費心安排小組到輔助考試嘅事情。像阿嫂放心，我已經派人打探愛去輔助嘅船班，留愛帶嘅飛官嘞，還有愛用先機票，還有交代阿友嘞。像阿嫂唔使擔心啦。哦，你辛苦誒，你先去磨汗。我先落去磨汗咯。好。细数浮生到头空，多少轮回忆梦中。功名何用，含血已成风。毛车王平司机，有意登基汉天理，汉从10年请看见者。树高千丈不忘根，年纳辉煌莫忘恩，战战兢兢不辱师门。你老师送人也下送血啊！哎，你列笔也做得卡死啊！哎在光辉出身天书时，有辱师门。切！人讲啊，穷人无六情，穷有也无义。为求富贵，放羊拍马，为后悔也做着为输球嘛，也会凭本事。为下一世的功夫啊！今考考試，談講嘅台灣來嘅有700-800人。你台南富商100-200人哦。哎，你半仙啊，也係100-200人。哎，我太無上國他道，馬該想唔開呀，好馬該數。太和尚何鐵鳳，半仙有文風，愛富商有言。我係司徒羅馬，今年啊靠天意會咧。哎，你給我看，佛祖公宴，前面子共同2片鐵經師嘅考錯。不說剛考先生錯了眼，在我平平安安真的考中，隨地我三府裏有文章。我哋文書比更加係太有乾坤哦。嘿嘿，幾條三叉有什麼哦？比作到可係翻送奇卷之吹呀！哎，好啦，既然你對2片案熟識，咁就麻煩你帶人到台灣會館，以此學友，哎，強了。民警起事，為國求賢，為國求賢，為國求賢。
身带有那定来生那两英雄天。哎呀，你的天水空讲爱照顾我，让我就欣赏嘞。头家主啊，我都唔掉咧。爱到付出千里路，难舍初熟马的苦，不水够穷的恶山夫，现在爱舍苦。头家主啊，拜托啊你，天天的哈，你轻松风光，顺啥你是路错。好，你等前面几位先去台湾会馆休息。爱先去哦。谁属于都不中用，做事莫听。你嘛同款无变啊，精神特别好，会当食饱哩啊！也是我家的后生头家啊，少年头家，天庭八万，地国风雨，两位红干，天那算大。幸福、心安、气清，处界富贵之上，少年奋发有成，家财丰富。经过阿翁爸祖堂的表述讲，你满不经纶，学风仪，只是考又唔好，还是失礼的。无关系啦，无关系啦。人各有命，真欢喜，这几个月有直接提你，希望你嘛会当金榜题名，我嘛好报应。不过最近福州城内无平静，码头附近外国领事馆情势是真紧张，恁就要较注意一点。啊，怎会安尼呢？外国番有兴头，尤其是东洋番。天下敢对其花讲，气雷快准来去无影踪，能帮天尊难抵抗，我尊重伊。有被用水时，人会强激动用饭呢？人家没有明治维新，无强用了呀！我唔对，是无共款呐。顿感会亮，有够大，战术精良，会跑哪吒大。但空有天尊难制霸，咱用的拢是未开火奥炮，最后上下紧守，敢在人在，敢望主才誓言，恩海一剑，300英雄归步了家，甘菜人才，甘蒙此才。令人敬佩，却也不傻。记得中分人才，好意从顺，读书人应当以此啊！看到日本人就老挨打。哎呦！对呀、
望也是神灰。哎，我就讲恁哦，较细腻一点嘛。阿王爸，你有用办无啊？无要紧啊，我无代志啊，咱哦还是赶紧离开啦。恁看，这蒋经外挂着咱福州孝官官恁这时带领的英莲，盘踞天国，188孤寒，都是梦梦受思苦。读书人啊，上个三江杂龟无简单啊！我估计都是寒窗苦读的人呢，一旦功成名就啊，是莫忘了初心。检查提升，看5千文士，各种随时择贤才。就是讲啊，来福州这地乡应考，就好比泡茶，爱水冲过，才知影茶芳无芳。啊，这考试嘛，嘛要看你的5000字的文章写了好也是无好。我是听人讲过，福州出将热心人多，令这次沈葆桢2位大人盘盘大才，都是我所敬仰的。我会记得见面的读书人的吃饭法，嘛袂枉费调定开课记载用意啊！嘿呐，是莫非阿王爸的课场上忙大表的精神啊！少年头家，来，来，好没啊！阿有去部落几日嘞，到夜下还无消无息啦。条家娘，扶他家爸去部落条目，阿有去老几亲属事，俺说听说会听书条给给。阿妹，请用人心茶。慢妹，杜老二讲过诶，也丢汤丢水嘅事情啊，本使用人做就好。你啊，会多多歇困。咱家来天水堂几十年，那係少咧，我就對唔起娘夫卡咧。阿妹，小主去福州之前，老爱再三交代，爱爱老阿妹天数，金刚父女爱嘅事，真是很好嘅好心氣。调家用，调家用。还有用嘅嘛？有安道歉，我來叫我相信啥？馬路停定去。好。條梗用，結師嚟送，冇相干。很上當很個冇要緊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？真是扣分！扣分地上陳太才，送千天良不應該。挑搖槍言，善幹大也，他用刀術跌沙來，兵火愛了，殺愛的打，前去談判難敗皮。福國仔，你是啞巴，該叫阿要橋，該叫愛了條。大路命啊！龍鳳倚天，陳太才，送哪個啊？不用啊！此場金剛佛本劉面傳太人才提起，M 北部寶山農民太愛山莊，愛了實情。強家對土牛狗犯嘅冇權利何干，怎會有安多嘅事情啊？我哋落太陽花兒無同，狗款當然會有。家下我見先用見狗冇實現，暫時應該冇事。什麼不談，好歹有唔聽數啊！